哥们儿，你的保密快递到了。门外顺子，眼泪太坏了，我要给三体猫发信号。报告大帅，我这个是波吉山，一般能吃多点，也就是16块钱。门外顺子，等我，这样子。絶対攻撃死角の矛7、8、哥们儿，黙って滑ろ我が永遠のライバルよ、俺の青春に悔いはない。原来是幻想啊！哇，好可爱的猫猫，跟我回家吧。我是王宝强，但也是青春哥，是乃志源一党。快回村，